大家好，我係中意講賽馬同打機嘅 ED。上集介紹咗3個基礎配種理論之後，今集係實際操作環節。大家睇完上集之後，再睇翻今集會有更加好嘅觀看體驗。遊戲教學製作不易，希望大家可以撳讚，多多支持。我會用 Winning Pool 第10代2025版本，選擇1971年開始配種規劃，直至到2026年為止，會進行橫跨55年嘅遊戲年數，製作3代公馬嘅回圈式配種。首先訂立每代公馬嘅戰術方案。第一代公馬我會預計喺1971至1980年內完成，用電腦牧場嘅種公馬同埋電腦牧場嘅母父優秀嘅繁殖母馬嚟進行配種嘅。第二代我哋預計會喺1990年至2000年內完成，會用淘金者加電腦牧場母父優秀嘅繁殖母馬嚟配種嘅。而第三代預計會喺2010至2020年內完成，用單色嘅兒子同埋電腦牧場嘅繁殖母馬。第4代公馬呢，我就未必做嘅，咁睇之後影片嘅反應再決定啦。咁我都會增加難度去拯救翻史實嘅香港馬，大家最熟悉嘅金槍60嘅下半身。喺2014年4月嗰陣時呢，我會買佢嘅母親嚟配種，並且呢就會喺日本呢個主牧場嗰度出世嘅。退役之後呢，亦都會直接成為第4代嘅公馬。我哋配種嘅方法係由第一代公馬加北地母人親系統母父優秀嘅母馬群，兒子係負責跑比賽，幫助第一代公馬成立子系統，女呢就係退役之後咧成為第2代母馬。第2代公馬呢就會同第2代嘅母馬群嚟做配種，仔咧就負責跑比賽，幫助第2代公馬成立子系統，女咧就係會退役之後成為第3代母馬。第3代公馬就會同第3代嘅母馬群就進行配對，都係一樣，仔係負責跑比賽，幫助第3代公馬成立子系統，而女咧就係退役之後咧成為咗第4代嘅母馬嘅。而金槍60咧作為第4代嘅公馬咧就會同第4代嘅母馬群結合，亦都係同樣做法，兒子負責跑比賽，而幫助金槍60成立子系統。製作第一代公馬嗰陣時要留意，唔好用北地母人親系統嘅公母馬，唔好用淘金者同埋單色嘅後代馬，要留意公母，避免近親配合。現在開始實際操作，我哋會揀1971年冇用繼承檔嘅，難度呢，我哋會去做到最高難度。牧場首先要升級啦，去到 Level 3為目標嘅。我哋要有20個繁殖母馬嘅位置，以及總公馬嗰個設施咧都要去到 Level 3。我哋目的咧係為咗海外配種，但係升 Level 3咧係需要1000嘅明星嘅，冇繼承檔可以使用。最高難度嘅情況下咧，佢都可以贏到天皇上春同埋寶塚紀念嘅。咁喺簡單嘅程度下咧，亦都係可以挑戰3冠啦、NHK 一哩啦，同埋古馬3冠嘅。係1971年最良心嘅開局馬，仲有可以挑戰地方嘅1級賽。理論咧係可以簡單達成到1000嘅明星。喺最高嘅難度下，最遲可以喺1977年開放到海外配種嘅。喺1971年4月1週，首先要揾第一代公馬嘅爸爸，最後我係揀咗電腦牧場嗰度嘅 Tesco Boy， 原因有2個，第一，雙 SP 因子同埋連續4代都有 SP 因子，係可以做到 SP 因子活性化大，容易配出高 SP 嘅子嗣。第二，有2匹優秀嘅子嗣，佢其中一個仔係東商小子，人稱天馬，係1976年嘅日本馬王，而佢個簽名代表 Mr. CB 係1983年嘅日本3冠馬王，係可以好容易咁樣成立子系統。當你去配種嗰陣時咧，係可以多1分嘅銀碼嘅。另外，揾第一代公馬嘅母親。電腦牧場有3個子系統，係有大量嘅母父優秀嘅繁殖母馬。第一個係 China Rock， 第二個係 Hindustan， 第三個係 Raijisog Frame。購買嘅方法喺馬程部嗰度撳繁殖母馬，設定翻自己嘅要求。我呢就中意柔軟性高嘅母馬。喺距離適性嗰度，我會揀萬能同埋萬能長、萬能中、萬能短。喺成長型度，我會揀早熟、普早同埋普遲。我係唔中意慢成同埋覺醒嘅馬嘅，因為我嘅馬匹呢
通常都會喺4歲嗰陣時退役，係想佢早日成為種公馬或者繁殖母馬，嚟提升血統嘅支配量至5% 以上，令我嘅目標馬係可以成立到子系統。因此我最後揀咗第一個選擇呢係ヒンドスタン呢個子系統嘅繁殖母馬。優點佢係有2隻銀馬係可以保留俾第一代公馬嚟配種嘅。缺點就係公馬成立咗子系統之後，有1半嘅機會係冇得繼承 SP 系統嘅。有繼承檔嘅係可以直接購買金符母馬，大はやぶさ較容易生到強力嘅子嗣。第二個選擇我會揀ライジソグフレーム子系統嘅繁殖母馬。優點係 SP 系統，第一代成立子系統必然係 SP 系統。缺點係近親繁殖4×4，危險度係會加1嘅。目標第一代公馬喺1980年前成為到種公馬，而種公馬嘅要求係有以下幾項。第一係要退役之後有雙因子，雙因子嘅要求係要速度 B 或者 B 加以上，輔助能力最少有2項係 A 加以上，係唔包括精神力嘅。而第二項我要成長型係早熟、抱早或者抱遲，我係唔接受慢成同埋覺醒嘅。第三樣係要佢另外7圍嘅輔助能力最好會有 B 以上，咁我哋會透過使用史實調教咧去達成呢個目的嘅。最快可以判斷幼區能力嘅方法係可以儲存咗之後自動進行到目標嘅幼區3歲之後退役，能力咧就可以一眼就望清㗎啦。咁第二項比較快啲嘅方法咧係幼區右下5人評價表當中，河同木加美香嘅評價係最重要。河同木係可以判斷到幼區嘅速度能力加成長度嘅重點人物。早熟加雙圈唔一定係高 SP， 但係喺其他嘅公仔同埋母圖示咧都係低 SP。抱早馬加雙圈一定係高 SP。抱遲馬、慢成馬、母圖示咧有機會係高 SP， 有圖示咧就一定係高 SP。呢項咧亦都係我要早熟、抱早、抱遲嘅原因之一。而美香亦都係負責判斷幼區速度能力加輔助能力。如果冇雙圈咧，咁佢輔助能力咧係會較差，而影響到馬匹嘅發揮效果嘅。仲有其他嘅方法咧係可以觀看幼區嘅能力，詳細咧可以根據網址上嘅評語表咧去睇翻嘅。咁我就唔再細說啦。喺1972年呢，已經有一匹目標嘅幼區出生。喺1974年呢，佢開始佢嘅競馬生涯。我改好咗佢嘅名之後，不斷訓練佢其他嘅輔助能力。我改名嘅習慣呢，係中意用即係織田作為冠名嘅開頭，對我嚟講係簡單識別嘅。1976年末，目標馬匹喺4歲後，我就將佢安排退役，成功出咗雙因子。不過其中一粒咧就係氣蘭，因為佢嘅氣性本身就係激，繼承咗冇用因子早熟慢成氣蘭中最垃圾嘅因子。佢雖然佢嘅基本能力好好，但係佢因子太差，只可以揾下一個目標嘅幼區。最後我揀咗一匹1976年出生嘅幼區，係一匹抱遲馬，美香呢都係俾單圈嘅符號。但係我見佢繼承咗大舞台嘅特性，咁即管就試下啦。穩陣起見，我今次嘗試自動進行到1981年末，將抱遲馬去到5歲嗰陣時呢，就已經係走下坡，亦都安排退役。最後佢冇贏到任何一場 G1 嘅，需要用到玩家嘅專利，將目標嘅公馬變成種公馬。睇翻血統表，佢係出咗2粒嘅因子嘅，係雙速度因子，同佢嘅父親係一樣嘅。速度係 B 加，根性同埋柔軟係有 A 加，符合咗雙因子嘅要求。雖然精神力同埋力量都係 C， 但係我哋可以透過繁殖母馬去進行優化。因此第一代嘅公馬係我哋製作完成。雖然我理想係喺1980年完成，不過1980年嘅年末呢，係唔夠時間調教2項嘅輔助能力有 A 加，只可以延遲到1981年嘅年末係退役配種，咁係尚且可以接受嘅。喺第一代公馬退役之後呢，根據戰術方案，第一代公馬係要同北地母人親系統、母父優秀嘅母馬
兒子係負責跑比賽同幫助第一代公馬成立子系統，而個女就退咗役之後咧，成為第二代嘅母馬。咁我哋翻去1977年嗰陣時，咁我已經開放咗海外配種啦。咁喺4月1週，我第一代公馬嘅母親ヒンドスタン、嘅繁殖母馬將佢賣晒佢。咁參照翻第一代公馬嘅第三代4個親系統，同埋北地母人嘅仔尼金斯基父母嘅親系統嚟選擇其他親系統嘅繁殖母馬嘅。由於第一代公馬已經用咗ヒンドスタン、呢個子系統，因此建議選擇ライジソグフレーム、子系統嘅母父優秀繁殖母馬。雖然有近親繁殖4成4，但係柔軟度高、母父優秀嘅繁殖母馬真係唔多。第二個係揀サーゲーロード、子系統嘅母父優秀繁殖母馬，可以留一金馬一銀馬嘅繁殖母馬俾第一代公馬配種。如果上述兩個繁殖母馬都冇晒呢，咁我哋其實就可以隨便揾唔同嘅親系統嘅母馬都可以嘅。咁喺1977年嘅5月1週，將繁殖嘅母馬群同尼金斯基配種，出產大量嘅優秀母馬。最好嘅退役之後呢，係會有一粒因子，而單因子嘅要求呢，係速度 B 或者 B 加以上，輔助能力最少有一項係 A 加，唔包括精神力嘅。咁尼金斯基係北地母人嘅優秀兒子，大約會喺1981年末呢就成立子系統。咁剛好1981年末，我嘅第一代公馬退役。喺1982年4月1週，幼區出世之後，賣掉年紀比較大嘅母馬，係回收翻喺其他牧場嘅第一代母馬群。喺1982年嘅5月1週，同尼金斯基嘅優秀女兒，即係第一代母馬配種，評價係可以達到 S 級，同埋爆發力嘅分數係高達25分以上。另外留翻幾匹繁殖嘅母馬係繼續同尼金斯基產生有因子嘅女兒，不斷咁樣強化第一代嘅母馬群，最後咧大約會有15匹嘅尼金斯基嘅女兒會喺牧場都係有因子嘅，剩翻5匹繁殖母馬嘅位置可以做第二代母馬同埋第三代公馬嘅兒子。第二代公馬預計喺1990至2000年內完成，用淘金者加電腦牧場母父優秀嘅繁殖母馬。咁我去到1985年嘅4月1週，購入咗2匹ボールドルーラー、親系統嘅母父優秀繁殖母馬。5月1週用淘金者同埋母父優秀嘅母馬配種，除咗見到熟悉嘅血脈活性化、母父優秀、活力原化因子之外，有2個比較陌生嘅配種理論達成。第一個係奇蹟之血量，第二個係單向雙性。シングルニックス，呢2個係一共係得到8分嘅爆發力分數，但係危險度係加2嘅。1988年末，淘金者成立咗子系統，咁佢都會大約喺1992年左右都會成立到親系統嘅。喺1990年4月誕生咗一匹幾好嘅仔。喺1995年年末跑一場新馬賽之後就冇再出賽嘅馬匹，經過不斷地咁樣進行史實調教之後，用玩家嘅專利將佢成為種公馬，成功繼承父親嘅雙 SP 因子，並且父母都係 SP 系統。成立子系統之後必定係 SP 系統，而佢嘅配種費係50萬，而呢係有 S 加，可以利用分牧場嚟回收翻第二代嘅母馬群，揾1000萬以下然 A 級以上嘅繁殖母馬配合，將會符合一個新嘅配種理論。お似合い配合，係配種費200萬以下然 A 級以上嘅種公馬，同評價額1000萬以下然 A 級以上嘅繁殖母馬配合之後，咁就會有呢個分數噶啦。咁成為種公馬嘅第1年至第3年嘅配種期呢，會額外多咗爆發力5分，精神健康根性上升，係會更加容易產出強力嘅兒子，去衝擊第二代公馬成立子系統。喺1996年年末，第一代公馬喺20歲嗰陣時成立咗子系統。成立子系統啦，係因為佢嘅血脈支配率喺日本超過咗5%。喺1997年嘅5月1號，第二代母馬群配種會多5分，包括4分嘅母父優秀同埋1分嘅銀馬。喺第一代公馬成立咗子系統之後，已經係完成咗第一代公馬嘅製作過程同埋衝擊子系統嘅過程。成立咗子系統之後，第一代公馬會喺24歲至退役前會有新嘅配種理論
神之手係用嚟嘗試將第一代公馬係衝擊親系統，即係金馬。下一集我將會介紹新配種理論嘅達成條件同埋事前準備，仲有係第二代公馬衝擊子系統嘅過程，第三代公馬嘅準備同埋新嘅配種理論隔世遺傳，將會留待下集再講。如果大家有任何有關遊戲嘅問題，亦都歡迎大家留言討論。如果中意我呢條影片，希望大家可以撳個讚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多謝各位支持，下次再見。